风轻轻吹过，咱流真多，风悠远吹过，咱时间剩无多，无想过我一命的身家，贷款地甲我困袂落，有时想要哭，找朋友嘛歹相找。查甫人一首歌，就那背，阮的孤吞偌济，就算命命嘛爱别家，老目屎是无够价。查甫人一首歌，轻轻啊碎，我是有幸扛袂起来，怎听无惊，看着心碎，让这未来的路途顶。陪伴一切。我很深刻的记得一幕，就是那个时候，在公馆水源路那边有一个练团室嘛，以前很多音乐人都会在那边聚集。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从我面前晃过，就穿个内裤，就抓着头就这样走到他的房间里面，对。因为他是台南人嘛，我是屏东人，就是我不知道那种，频率就很接近啊，对啊，然后就会相处起来就很自然，很舒服，对啊。阿潘他在工作上面很认真，很要求，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啊。然后在以往跟他的合作来讲，他已经很清楚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东西嘛，只是他可能不会弹吉他，或是他不会打鼓，他是借由这些伙伴去帮他完成他想要的，或许可以从中再得到一些不一样的火花，也不一定。然后他的工作态度，我相信跟他工作过的人应该都知道他的要求很高，对，然后他也很清楚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对啊，所以跟他工作起来是很安心的吧，应该这么说。然后有一首歌，我记得好像是萧敬腾的作品吧，但好像是那个时候在大陆要演出的歌。我当时录那首歌，因为它前面有一段是没有节拍的，他就每一颗音都要去对啊。我弹那个歌，我大概3天没睡觉吧，就是一直往返，然后那个什么资料一直往返这样子啊，不 OK 重来，不 OK 重来。我记得我大概应该好像3天没睡觉了吧。阿潘，跟你认识这应该有快20年了吧？对啊，然后从南势角的顶家，一直到现在你在淡水很舒适的家里，然后从吃过期食品，到现在可以上馆子吃饭，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也看到你对音乐的坚持，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啦，跟你就是太久了，反而要讲一些会很害羞，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你需要，我就都会在，就这样。风轻轻吹过，咱流真多，风若是吹过，咱时间剩无多。母啊，问你何时成家？何时过年有孙陪？虽然有藏在心内，嘛悄悄放好过。风轻轻吹过，咱流真多，风悠远吹过，咱时间剩无多，无想过我一命的身家，贷款地甲我困袂落，有时想要哭，找朋友嘛歹相找。查甫人一首歌，就那背，阮的孤吞偌济，就算命命嘛爱别家，流目屎是无够价。查甫人一首歌，轻轻啊碎，
我是有幸扛袂起来，带着无惊，看着是世，让这未来的路途顶陪伴一切。风轻轻吹过，咱流真多，风悠远吹过，离我时间剩无多，无想过咱真正的心家，贷款底甲咱困袂落，有时想要哭，咱做朋友嘛歹相做。无人一首歌，就那陪，管的孤吞偌济，就算念念嘛爱别个，流目屎是无够价。若无人一首歌，轻轻啊碎，我是有幸扛袂起来，带着无惊，看着是世，让这未来的路途顶陪伴不管未来偌大风景，我唱山东才好你去。管你偌济起起落落，你勇敢放落飞，莫想遐济。若无人一首歌，就那陪，管的孤吞偌济，咱就算嫌命。爱别个，流目屎是无够价。若无人一首歌，轻轻啊碎，咱是有幸扛袂起来。带着无惊，看着是世，让这未来的路途顶陪恁一切。咱今仔环境目前真轰动。查甫人一首歌，查甫人一块专辑，讲过去以前拍拼的心声。潘信伟老师，欢迎。主持人好啊，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来讲一下，目前安尼已经几落百万人，甲你点落去听的这条歌。哦，查甫人一首歌，大 hit 嘛。足侪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拢感觉这条歌转到因的心肝。其实我家己写，我为啥我家己会听这条歌，家己关咧房间哭，对啊，因为我感觉这个过程，其实这条歌咧写，我咧记录边仔一个朋友的故事啦。然后，但是我后壁看看，其实有足侪人，其实拢是有相共的迄个历程。然后想想了，哇，阮朋友拄好内底故事的一寡物件。伊发生内底有一寡物件咧写伊的故事了，其实我内底我嘛有我家己的故事写秘密内底，然后即个物件拢是真正发生的代志啊，所以有可能因为安尼写落来，然后大家听到了拢较入心，然后大家拢较有感觉安尼。蔡金南老师过来甲你主演，我这原来真奥妙的缘分呢。我真正足感谢南哥啊，对啊，一开始迄个时阵，我等于是三我的 demo。我直接去好听的时阵，然后伊听伊就，我原底我是还袂甲开喙讲，看有机会找南哥来演无安尼。然后听了后，我还袂开喙就讲，你这张好听。然后内底有足侪条歌，其实伊是有感觉的，对。然后这条查甫人一首歌有感觉，其实内底佫有另外一条歌，伊嘛有感觉，啊，是有我建议讲后壁有可能会使拍 MV， 但是。迄条即摆还袂拍，对。其实这歌一出来的时阵吼，内底伊拢有互我一寡建议，所以变做讲做即张内底有一寡方式，其实是伊较早我头前甲伊合作夹头的时阵，内底有一条歌，阮合作的时阵伊有甲我加一寡物件，我其实有甲用咧内底。倒一条，伊甲你加什么步？一条夹头的歌叫做《无常》，然后但是我等于内底。我专辑内底有一条歌叫做《做恁无介意做的代志》，其实我用
伊的方法，然后来做这条歌。因为我是较少年辈嘛，等于阮咧做音乐的时阵，即摆有足侪拢较数位。你譬如讲你笑差一点啊，我会使用电脑去调。然后我迄时阵蓝歌，我会记有几道，我就感觉其实我感觉 OK 啊。我甲蓝哥讲，蓝哥安尼会使，我会使处理。但是伊家己，伊感觉袂使，伊就哇一直笑到对为止。然后我迄时阵，我其实一开始我想讲，敢有必要遮一定爱笑到对吗？因为有诶像这我已经会使处理啊。然后我是有甲讲，蓝哥这我会使处理。伊是做认真的，就变做伊笑到伊对了，然后伊较停落来，然后伊其实。真正笑做侪道，然后后壁我就想讲，安尼奇怪，我这就收的就好啊，笑到遮侪道要创啊，到尾仔是伊迄物件我等伊整理了，我较知影伊在创啊。就是我变做我其实伊迄条歌内底有足侪所在是无用即马数位方式去甲收舞库，伊就变做是真正经着好诶，然后就安尼扣，然后做一条歌出来。然后因为我有可能做流行歌较济嘛，然后就变做是定客户啊，啥物通常笑了，大家就讲帮我整理一下。然后迄条做你无该做的代志，我对录甲结束，这条我完全无整理，就安尼出来。然后我就感觉蓝哥我教这物件，互我当音乐内底有人的味。其实迄个像是迄个我的预算无够，我原底我打算搁要录盘带，对啊。因为蓝哥一直跟我讲盘带好，你也无靠，我甲你讲，你即马你安尼弄吼，声音是安尼，你也盘带，我甲你讲，你盘带你一落去了吼，你的声音变作大港，啊，这我袂试。有机会我是应该看后壁的作品，对啊，毋是这道袂赴啊。毋过我要诚意讲哦，写做查甫人一首歌，你即个歌内底咧讲啥？讲现代查甫人的心声，就是啥物心声？就是心事啥人知呢？啊，心事啥人知的原作词作曲家蔡振南老师来甲你演 MV 呢？真正我讲运气算好啦，对啊。我真正无想过蓝哥会来演我 MV。然后其实我嘛有甲蓝哥讲，我较早细汉其实，阮爸咧开车拢放伊的歌，然后所以我感觉，譬如讲后壁写歌，然后甲即张查甫人一首歌内底。有一寡感觉，啥物我歌，其实我感觉我身躯顶应该小可有一寡是去影响到。咱细汉的时阵，爸爸开车吼，拢咧听台湾歌。敢会当原来小甲阮开讲一下你的家庭？较早细汉的时阵，但我拢毋知影，我明明我嘛毋知我要创啊，但是我细汉咧创我嘛毋知。然后阮妈后壁甲我讲，我细汉幼稚园的时阵，然后常常一感觉讲我想要学钢琴。然后阮妈就讲啊，这一定是3分钟热度的，然后后壁一定都无学的，然后就变做讲，这我是其实我无啥物，我记忆内底其实这个物件我是无啥有的。然后但是我有印象内底就是，我开始去练钢琴，然后我会记练钢琴的，这是小可有印象的。然后就转来跟阮妈讲，啊老师讲爱练琴，然后阮妈跟我讲，要安怎练？你要练啊？你有家己安尼就会使练啊？我讲啊无琴啊，厝无琴要安怎练？到尾阮妈就讲好，伊就讲啊，你谱啊互我，就是我作业簿安尼，啊内底有迄钢琴的图档内底，伊直接去7去影印啊，影印一条较大张的，叫我家己用钉用笑。较早细汉是应该讲，伊会感觉讲我有兴趣的话，因袂去主动我讲卖捌音乐。然后而且迄个时阵足细汉啊，但是阮妈就因为我头前有可能。经过3个月，也是要半冬，然后因看会发现讲，我敢若是认真要学音乐的。其实阮兜的家境，迄个时买一台琴应该是小可有困难。到尾阮爸妈就是毋知影啥，反正积一台钢琴当厝内底。然后所以我细汉的时候靠琴弹啊弹，对。然后这反正。阮妈应该是有去阮阿嬷小可讲一下安尼啊，对啊。反正这是后壁大汉了较知影的代志。然后到尾到国校啊，12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开始咧，因为较幼稚嘛学嘛，学到12年啊，常常毋知影有一天有可能因为厝里有琴啊，然后阮妈就会感觉讲啊，你有琴啊，无爱练，然后就开始逼讲爱练琴。
迄个时就唔知影哪就变做熊熊无想要大去，对啊。就囡仔的时候，然后所以有一段时间其实是长去的，然后但是当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嘛是拢一直拢有小可拢有捌着音乐，对啊。然后到变较高中了后，就变迄个时候开始咧叛逆期啊，对啊。迄个状况低的时候，其实后壁阮爸妈是较惊我惊偏啦，因为拢较定边仔朋友啊来找啊，毋知咧创啊，对。然后阮爸妈甲即马应该，我感觉因即马因前一段时间应该是无法度相信讲后壁因囝佫有继续做音乐，因为迄个时候应该，迄个时候的感觉应该就是无啊。因为我较早高中顶意嘛是爱耍，也嘛袂少代志，迄种配的囡仔，对。听讲，嘛，迄个阵是安尼，足艰苦的，讲啊，可能即个囡仔无定已经会行对歹的去。对啊。啊，知影讲你搁倒来忙音乐，虽然啊，毋是讲真赞成，但是上无嘛，感觉是一条路安尼。是好的路啦，都无来主动安尼。你的心肝底，什么拢是假。你若是感觉讲，这无社会，我是会当作拢无改变。你讲的迄句话，就亲像长山的风吹，你莫甲我骗。我的心是用纸糊的，真歹势，我无听你讲的话。我毋敢想起你对我的爱，我毋敢想起你惊我搁讲一摆，你莫搁甲我骗讲有你的将来，你莫搁讲遐尼济拢是白菜。你莫搁甲我相信，你嘛知，反正你心肝内，你当作我讲大代，你莫家己想要搁我有你的将来，你莫搁假，你也莫搁讲，就是毋安尼。就亲像长山的风吹，你莫甲我骗，我的心是用纸糊的，真歹势，我无听你讲的话，我毋敢想起你对我的爱，我毋敢想起你惊我搁讲一摆，你莫搁甲我骗讲。你莫搁甲我相信，你嘛知，反正你心肝内，你当作我讲大代，你莫家己想要搁我有你的将来，你莫搁假，你也莫搁讲，就是安尼。想起你对我的爱，我毋敢想起你惊我搁讲一摆，你莫搁甲我骗讲有你的。
将来你莫搁讲遐尼多拢是白菜，你莫搁甲我的伤心你嘛知，反正你是我来，你当作我讲大台，你莫家己想要互我有你的将来，你莫搁假，你也莫搁讲就是安尼。你来到台北吼，讲起来嘛是茫茫渺渺啦。虽然有兴趣讲我要摸音乐，但是到底要对倒位去？一开始起来是一个戆胆，迄个时阵其实是有台北一个制作唱片制作公司的头家啊，然后有带伊等于有去高雄，然后有办一个迄种敢若研习营安尼的一个活动，然后迄个时阵拄好我有去参加。头管毋是讲我高中做爱佚佗嘛，然后到尾我其实迄个时阵家己嘛有偷偷咧耍乐团，然后后壁我咧耍乐团的时阵是常常乐团内底有一个乐手常常有代志，变做后壁我这个团做袂起来，我就当想讲啊，这定咧等来等去啊无，我迄个时阵读高雄的中华艺校，然后我就想讲啊无，我去问阮一个学弟，敢若有一个物件叫做编曲，因为我较早拢毋知，我讲编曲啊编曲咧创啊哦。就是你家己要做啥，你会使家己拢创起来啊！你毋免，譬如讲等乐手来帮你用啊，你就拢会使家己用。然后我想，哦，安尼你帮我介绍一下老师，然后迄个老师嘛，我的贵人，用足俗的介绍给我教。然后是因为这个老师，常常有一天，伊跟我讲，有迄台北的迄个，反正制作公司落来办一个活动，伊叫我去。然后我就想讲，啊去迄，伊讲迄内底人嘛有教编曲。啊，伊是感觉伊甲我教了差不多啊，我应该阁会使去学愈侪物件。然后因为迄个时阵其实是真正无啥物钱啊，啊伊迄一道嘛无俗。然后迄个老师直接甲我讲钱伊出，叫我去，然后我就去。然后去了后，因内底我嘛毋知影，原来因是落来南部想要找人起来台北做助理。然后对30-40个人内底拣一个，后壁我叫人拣着。然后但是我拣着了后起来台北。我原底我讲一个戆胆嘛，我迄个时阵佫毋敢起来，因为咧南部打高中打毕业啊，其实当迄个高雄的音乐界，其实嘛有外口小可咧走动安尼啊，就是嘛是会去驻唱啊，啥物我歌，其实迄个时阵当高雄的音乐界内底，其实我打高中毕业，但是应该足侪老师拢知影我是啥，就是会当边啊安尼慢慢啊学，慢慢学的迄个人。然后但是迄个时阵就是啊，但是迄个时阵还袂起来台北，逐个月的薪水，至少毋免惊，就是有3顿，然后厝租啊，然后可以使欠小可钱啊。然后迄个去制作公司发现了，然后要起来台北的时阵，我足丢度的。我问阮一个朋友，我讲啊，我是要去你啊，无爱去你。阮朋友留一句话互我尔，伊留一句话讲，阿盼。啊！你即马咧高雄，你安尼主唱啥物？啊！你嘛有咧共教编曲啊，啊无就是教琴嘛。你即马是老师对无？我讲哦对啊。啊！你也去你也失败了倒来，你讲是嘛是一个老师？伊就讲安尼尔，然后我就向通啊。伊的意思就是，反正想啊济要创啊，先试看觅。到尾后礼拜就找无我，我就一脚皮箱，我就起来台北。是。然后起来台北了，原底毋是讲要去做助理，无遐顺利。迄个老师其实伊足介意我，等于是起来台北，伊希望就是哇，我边仔我做伊个助理，会使帮伊斗骹手着。但是伊当结婚了，伊叫我搬因兜甲伊做伙大，因某常常有一个外人大起来，上奇怪，哪会叫一个人大起来？然后就变做迄感觉足奇怪。然后迄像老师嘛是希望我留咧因厝安尼会使随时斗相共，但是因某就是会抗议啊。然后我想讲啊，无搬喺附近大好啊。然后老师的意思嘛是讲，袂，我希望你就是会使随时随叫，人就随到。然
然后就无法度啊，我会使配合你啊，但是你打结婚我唔知咩，啊，恁某可能感觉啊，有一个外人啊，用住边恁厝怪怪，对啊，啊，我嘛只好变做讲，我嘛等会使住附近，啊，伊因为无啥有法度会使接受安尼代志，因为伊之前敢若有助理是迄种讲住附近，然后啥安那做代志拢较拖刷，啊，有可能对安尼的代志会感觉讲无啥信心。然后后壁因为安尼，然后就变做我这个老师我就无地方用当台北，我嘛唔知要创哪。安尼要安那骹蠓关起来安尼。我迄个先生我完全唔知影要，我印象足清，哦，这印象足清楚是，我当迄个老师厝内底，老师决定讲你无爱住，安尼请你离开遮有可能我无法度。我迄个时阵我打起来台北一礼拜。然后我向我敲电话转去厝，然后我妈打接电话，我妈电话一接起来，哦，我听到我妈打一句话尔，伊就话我开始哭，然后停袂落来，一直哭，然后哭到后壁，我到尾伊甲我讲一句话，我较醒过来，我妈向我讲，伊中讲出侪话，我拢听无，然后伊打讲迄句话讲，啊是你转来好啊，我较规个醒起来。目屎切切，我讲，无，我搁想一个好啊。我开始想办法，然后我才发现迄个像迄老师落去，啊有一寡较早等于会有带一寡迄助教，然后我拄好迄个像有留电话，我就敲电话给其中一寡助教，看谁会使给我收留，然后到尾有一个人给我收留，就讲啊，阮兜有客厅碰椅，你要摕无？你会使，好啊，你来，然后我就去因兜，我碰伊我就困半冬。迄个空间嘛足特别，伊迄嘛等于要顶楼啊，然后有一间敢若练团的空间。因咧，反正伊就住咧遐啦，所以我拄好去遐困咧碰伊的时阵，人定定有一寡人来练团，啥物我个，我就拢个会使去接受着即寡人。然后所以后壁较变做较有机会，后壁一直甲音乐有关系，啊无断去，是因为安尼。我迄个时阵，我直接甲厝人讲。我管爸妈讲，我后壁我要困碰椅，然后有可能无啥物钱，我无法度即马这段时间应该无啥物机会会使趁到钱啊。我等会使甲人加合作啊，写歌啊，看后壁会去人看到无就去做人的乐手。迄个时拄到谢和弦，然后谢和弦迄个时还未发片，伊拄要发片之前讲啊，你要来做我的乐手无？因为一道阮去唱 KTV， 发现我会使帮伊合音。伊就讲你要来做我起步手，所以我起来台北第一件代志其实是去做迄个乐手，对啊。然后较变做当中一寡时间内底，就变做讲啊，伊边仔有一寡朋友，后要编歌要啥物我歌，无靠安尼趁钱，但是譬如讲你有需要歌，我会使，我就当做我咧练习，我就编，啊歌我就送互你，一开始是安尼。歹等久声唱紧，赚也无几箍银，但为着家己找费，也只好慢慢穷。家境着无好的我，愿斗靠这过日，管你感觉我啥时啥情，也笑笑面对你。老师问爸母咧做啥物，我拢讲袂出嘴。暗时陪爸母塞着捡伊纸的车，看紧冷暖人生。做恁无介意做的代志，这敢是阮的命？暗时暝陪来甲想起，着真正稀微。做恁无介意做的代志，是要原地也是天？你当阮介意，阮介意日子，乌云坎天的过。歹当久声唱紧，赚也无几箍银。半暝啊，点点咧街口，受着恁无爱的面。家
怕紧着无好的我，愿斗靠这过日。但无情圆满的世界，也无资格目屎滴。我嘛想要喘一口气，但拢讲袂出嘴。暗时陪爸母塞着捡伊纸的车，想办法过日子。做恁无介意做的代志，这敢是阮的命？暗时眠皮来甲想起，就真正稀微。做恁无介意做的代志，是要原地也是天？你当阮介意？阮介意日子？予阮堪天过。你伫咱台北喷无介久，机会就一直来啊嘛。你伫咱台北发挥的过程中，愈来愈侪人就看到你音乐的才华，编曲以外，写歌、作词、作曲，包含讲共换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音乐总监，你做啥济呢？其实嘛是慢慢啊来啦。头前真正开较侪时间，我顶头因为我发这张唱片，我较咧算讲我到底去台北偌久，算以发现，哇，我去18档。然后我较开始咧想，头前差不多10档拢咧食土啊，你要变做想办法活落来。然后是，所以为啥我有一寡迄个像咧做音乐边仔有一寡助理嘛问讲，老师你安怎经落来啊？你是拄着什物机会？为啥我是真正无想遐济？比如讲头壳老师你咧讲，我咧讲话有可能即摆嘛是无啥物迄种开口，无啥物我家己的角度安尼咧讲话，是因为我感觉过程当中有足侪物件就是我就是一个安尼的人尔。音乐是按咧甲人沟通的一个方式啊，无需要即个物件开始起嚟了，然后变一个款。然后阁有另外一个是要做音乐的时阵，你咧想讲到底安怎较会成功？你不如你就一直做吧，反正后壁结果当有两个，一个是成功，一个是无结果。但是你无做，你永远无结果；你做就对。我其实我嘛毋知影，我竟然18档后壁到即几档有结果。虽然中头我讲有可能对编曲啦，啥物一步一步起哩。我自头到尾我拢袂感觉，譬如讲我编曲编了，我无想过我会变制作人。到制作人，我无想过讲雄，那有演唱会讲要做音乐总监看卖无？去了，然后搁电视节目啥物我搁一，但是就是有做较有机会啊。甲真侪只无共款的歌手合作的经验当中，应该原来有袂少心色大吼。要讲袂少吗？我是感觉对足侪甲艺人咧合作内底，其实是对大家身躯顶学足侪物件。因为大家有可能迄个性无共，讲认真一开始无倒一个人是一开始出来就会使做制作人。我一开始有可能做制作人，我嘛毋知影要安怎甲人沟通啊。你也譬如讲，迄个时阵我坐当家，我有可能我嘛毋知影要甲你讲啥。迄个过程内底有可能可能即个哥哥，有可能即个姐姐，无就较少年辈。因到底因咧想啥？特别的所在咧对。伊想要啥物物件？我感觉到后壁学了上济是变做我对一个打做家己音乐、家己欢喜的音乐人，变做知影安怎去做大家想要听的音乐人。然后就经验嘛，我一开始无经验，像较早真正拢写家己欢喜较济。即马有经验吗？老师？即马就会使写家己欢喜，但是大家嘛听有诶。大家佫爱听。对。老师，安尼吼，我安尼甲你偷问哦。什么人的演唱会咧做吼？莫讲好做甲歹做，上忝头。对我来讲，有可能应该是迄个谢金燕吧。对啊，因为伊是我做演唱会的第一场。然后就等于迄经验啥物拢无足够的时阵，然后就开始咪，然后呢磨，然后迄个时阵这是真正是上忝。较早编歌有可能一个人编的，然后你也制作人，我等互你，我就结束啊。过关就是你有过关，你甲我讲好赞，然后就结束。
然后后壁变做做制作饮料了，边仔有唱片公司，啥物有可能差不多6、7个人。哦，恁若 OK 好，啊就无代志。到演唱会一出来，哇，做视讯的啦，啊 dancer 啦，然后舞台的啦，然后一寡有诶无诶加起来，开会坐当遐要100几个人，哇！然后变做迄有可能等下有问题，等倒转来，我更毋知要安怎接，对啊。然后迄个像这是真正是上忝的，但是后壁变做较有经验了，后壁就较无遮忝。我足感谢互我迄道机会啊。啊是安那引来的，是咱甲报是无？我可能开始咧行大运那款啊，头前迄10档，毋知影咧创啊，弄榴莲安尼，然后到后壁去了，我人生对我最有帮助的一间制作公司叫做跳蛋音乐工厂，啊，我头家是阿迪啊，然后拄啊签秘密遐了，然后拄啊迄个像因拄啊咧做蔡依林嘛，然后拄啊好有一个制作人叫做 Star Trend， 然后伊拄啊好嘛做谢金燕，然后迄个时阵我夹秘密拄啊好夹去做伊的助理，因为安尼所以我较有迄个机会，对。啊，谢金燕本人咧开会中间吼，是较成啥物倒一方面的作风？我会记得有一场印象较清楚，迄个时阵，迄场是动新加坡。然后头前咧开会上，然后我就咧开玩笑咧，后壁讲安尼讲，啊其实咧，你后壁你也即拍即要做电子的，还是要来一个 DJ 啊？咱去帮 DJ 袂歹，然后伊就讲，安尼你来啊？我讲，莫开玩笑。到尾新加坡迄场，我真正当带顶帮 DJ， 对啊。因为变做伊是，伊咧甲你讲讲，然后哦，足认真的。你有变做我想讲，咧讲的上假，伊咧开玩笑。然后到尾到现场的时阵，是迄机器准备好啊，对，啊就你差不多还去哩啊什么？然后就变做接音乐出干，然后搁先煞搁接 DJ 安尼。安尼算迄个方式过去啊，因为这个代志无经过音乐总监的，音乐总监是所有甲音乐有牵连，拢互我知。伊这无对，方式过去啊。但是我是后壁，我就感觉这经验是袂歹，所以后壁较有经验嘛。后壁拄好拄着500老师。然后迄个500老师，迄个像拄好找我做，伊有一张专辑叫《丁阿花》，然后要做 remix 专辑，规张拢要做电子音乐，然后伊就找我甲伊做伙制作迄张。然后咧制作的同时是，因为我去伊的办公室找伊向伊向我讲，我感觉你爱甲我做伙去演出。我讲我讲要演啥物 ？DJ。啊，因为头前小姐有过啊，所以我就DJ 麦霸，无，你爱做 DJ。然后我就真正搁去拖去500个场，我拖去表演啊，我搁去做 DJ。所以我头壳甲你讲，反正就是要做，你就去做，你也惊后壁无机会。你也譬如讲，你就一直做，我唔知我会成功还是安那，至少有做啊。你譬如讲头前，已经有先做过啊，所以后壁搁拄着这个项，搁小可有经验嘛，然后就变做拄着啥物，头壳讲音乐的代志，应该拢爱甲音乐总监。爱甲音乐总监讲过，对。啊，像这后壁无讲过，就变做我即摆我嘛无差，因为就算讲你有安尼的代志，我嘛知安怎处理。啊，又搁是倒一方面的呛诉讲，啊无你来唱歌，你来主唱，我所在是甲电影有牵连的。对啊，角头啦，对啊，迄个时阵其实是角头，我拄好唱角头迄条歌叫做《跺脚》。啊，迄个像我印象当中是角头的迄个音乐总监，然后伊来跟我讲，找我伊原底是要找我写歌，然后我后壁写的歌其实后壁已经拢有发出来，然后迄个像是咧写歌的时候，我就想，好啊，就来写歌，因为无做过电影嘛，无试看卖，伊用一工就等一个 demo 互我讲，你唱看卖，这有可能要歌手唱，然后你先唱一个感觉。就是你笑，啊有可能伊三这物件互人学安尼。我讲好啊，然后迄条歌就是跺脚。我笑了，我毋知影那到尾伊找我去看迄电影的试片，规块片看到了像雄雄，我亲像，奇怪啊，这音较会敢若是我笑的。然后我甲讲这是我笑的，对啊，后壁用你的，我讲真正假？然后我就雄雄，因大家一直咧开玩笑，讲我都变做安尼原地出道。对啊，老师，所以我感觉，对啊，老师，所以我感觉吼，你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你好参详，因为人安尼甲你转嫁吼，你拢袂计较，夫妇的准拄煞呢。对啊，我原底我是想讲，迄是真正先笑互人笑，我嘛无想遐济啊。我一开始去台北其实是想讲，至少第一个愿望，
希望会使写歌互迄个流行歌的艺人笑着，然后会使红安尼有红的艺人笑着我的歌。然后第二个就变做开始，这有安尼，然后就变做我想要帮有名的艺人编歌，然后就安尼一步一步，然后就到后壁做着五月天了，然后就在想讲，安尼后一步要创啊呢？然后较来想着讲，对呢，也是来做一张专辑。然后迄项其实足客啊，因为做一张专辑其实无俗。原底真正是我足感谢文化部。因为迄个我去报补助嘛，迄个补助也无的话，我有可能恁即马听无即张，因为我的个性是迄种，我一开始咧写歌，我想足久的啊，因为做过制作啊了，所以会知影讲你要做啥物物件，开偌济钱，啥物我个，但是有一寡我毋知的代志，就是除了唱片以外，你譬如讲宣传啊，那做造型啥物我个这个另外的钱。连 CD 要设计介遮水，我拢唔知，我嘛做即张，我较知影原来设计安尼遮尼贵，对。然后就变做迄个时阵就想讲，哇，安尼到底要做无爱做，要做无爱做，啊，我就家己讲，好，啊无，好，边仔大家咧鼓励，啊无文化部再甲报一下，这也有过了，这就注定爱做，因为后过就是爱做了嘛。然后就因为安尼，有过了就哇，直接就甲出了。世间也呢啊大，你何必着脚动咧遮？社会是有淡薄现实，咱爱静落来听家己的声。毕竟我有牵挂，也未学会晓吞忍孤单。我嘛想要学家己消化，管问题小也大。一条路有淡薄歹行，有足济高悬的空徛。感谢你当我边仔的指点，连困难拢心山担。朋友一杯来饮好干，免感觉怨叹苦大。今嘛这条路有你作伴，做啥拢感觉快活。朋友一杯来饮。明仔载开600，认真的趁钱，认真啊拼，我甲你做阵行。目屎甲出好重，面对人生的起落变化，只要咱坚定继续甲行，路就愈行愈宽。这条路淡薄歹行。足济高悬的空徛，感谢你当我边仔的指点，连困难拢心山担。朋友一杯来饮好干，免感觉怨叹孤单。今嘛这条路有你作伴，做啥拢感觉快活。朋友一杯来饮好干，明仔载开600。真的趁钱，认真啊拼，我甲你做阵行。渡过了船啊树冬，经历的也搁有我做伙拼。有一天的成功，留好名声。孤单，今嘛这条路有你作伴，做啥拢感觉快活。朋友一杯来饮好干，醒来犹原是我，小小为厝来勤困啊拼，徛伫咱做阵行。世
条路有你作伴，兄弟啊，咱做阵行。即马较好过啊，但是吼，我那无啥欠着钱咧。哦，我知影你足够钱借人咧。我你记你，食面面，等下头家就当甲你借钱，敢毋是？这是人甲你讲。钱哦，我是感觉这甲这嘛无关系，我是，这要安怎讲？啊，我这人较重朋友啊，对吧？啊，有诶想袂上遐济。你若10万，我应该会使借你甲7万，然后我家己留3万，我感觉哦，安尼我会使冻3个月。我连迄时间我会感觉我1个月我差不多1万外，我会使活咧。我感觉安尼就有够。啊，其他，就比如有诶像请人客什物，我个嘛家己嘛够开啦。吞大嘛，半烂嘛。但是我是家己教，这要安怎讲？有诶像是你也有困难，我会使借。然后但是有诶像是迄种，我也欢喜。然后比如讲。安尼坐落来食饭，然后小啉一个什物，我会感觉讲，请你一个不要紧，因为我较早咧我较早无遐好的时阵，其实嘛是有足侪人安尼甲我照顾，然后我就变做其实是迄个个性安尼留落来，就变做讲，你若欠啥，我也家己会得过安尼，好啊，啊无就大家做伙出去食饭什物，我不要紧啊，你就知影你也较无钱什物，我无你你较欠的这道我来啊，连工。对啊，连工较互你请啊。对啊，老师，因为一寡兄哥拢做样互咱看。对啊。音乐上，蔡金龙老师做样互你看。做人嘛真侪兄哥，吼，伊真正嘛呢，较早有甲咱照顾过。咱这自然一定会去做互会小弟仔看嘛。即马真正甲你合作，甲你往来吼，蔡金龙老师以外，包含讲黄山亮哥。哦，亮哥。因最近干杯，搁再甲啉好打。这条歌开口完，有够赞。我的人生算足幸运啦，拄到遮侪贵人。然后亮哥最近后壁吼，阮应该阁有愈侪合作，因为做这首干杯了，啉好打做了，我真正感觉因为做这条歌，所以阮两个较侪时间会开讲。然后哇，伊当内底嘛有甲我讲足侪伊的故事，互我听。其实我这个人，我毋知你听我的歌，你敢会感觉到一件代志，就是。我这个人是有诶像家己会当想代志，想，然后卡咧遐，然后无就是譬如讲，我今仔我咧想象的故事，我会用卡咧遐，然后走袂出来，然后会有足侪问题，然后譬如讲，我迄像阁有拄着一件代志，其实我做这张的时阵有卡钱，然后我险安尼，我小可家己行无啥会出来，但是我阁感觉这张我要甲做好了，然后有一寡故事是迄个像就是啉落啦。反正我感觉故事先用了，该安怎做，反正该安怎做，俺先甲做好了，其他后壁较讲。然后后壁是因为甲亮哥合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阮两个都，我去伊的工作室找伊两个小啉一个时，然后就会开讲，伊就会甲我开导，然后就会讲伊较早一寡故事啊，什物我歌。哇，讲会了，我真正就行出来，然后状况阁愈来愈好，然后比如当中，我发现亮哥身躯顶有足侪物件是我还袂学到的，对啊，我感觉有一个物件我当伊身躯顶阁爱学，我感觉做人学袂了，但是当伊身躯顶我看到迄个做人是比我所了解阁深足侪的做人，所以我感觉伊应该会是我一个袂歹的一个目标。有代志先煞担，这就是咧讲伊哦。所以其实讲了后，然后唱这条歌，当内底的过程，伊就是真正，就像我头歌甲你讲的安尼啊，我有一寡代志甲讲，伊会甲我引导。这条歌其实内底咧写的状况，迄个状态全部就是安尼。所以这条歌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咧写伊互我的感觉咧内底，伊对我来讲是一个师傅。然后伊袂去气嫌我，伊嘛袂感觉
我安那伊有可能伊边仔会小可念一下，讲一下，但是到你真正你有啥物状况的时阵跳出来，当边仔咧甲你救的，就是伊。哦，咱讲正经的，这是过去一步一脚印安尼，所有每一条歌拢有即个艺术，敢若讲拢一段故事咧。我坦白讲，我今日听你咧唱，做恁无介意做嘅代志。我跟他讲一句话就好，我后壁就是收歹题啊。这真正足奥妙的缘分，这个歌词。我之前住咧网咖遐看到你去派哪故事，我想到我较早国校的同学，然后较早伊咧读国校的时阵，较早囡仔袂想遐济啊，因甲因爸妈有可能马路啊，因对面安尼过，我有可能就想讲，看拄着朋友就甲话，然后伊会感觉头也无啥会起来。我迄个上课会想讲，奇怪咧，甲你拍招呼啊，你人遐安尼咪的，真正是到后壁出社会了安尼。其实迄个画面拢有记的啊，然后只是后壁变做哇，看到迄了，毋知影哪常常想，迄个感觉转去，然后迄个画面全部走出来，我真正印象上清楚，我直接甲写咧歌内底，就是老师问恁爸母咧做啥物，你拢讲袂出嘴，对啊，因为这个故事是真正有发生的。我写这条歌，我是希望人有机会听到我的歌，会使去关心。一寡还未18岁，伊无法度决定家己人生的囡仔，然后可能因厝无一定遮好，就是无你想的遐单单的家庭，毋管是啥物状况，有一寡当迄个年纪内底的囡仔需要安去甲注意，然后我无遮敖，我无遮厉害，会使去注意着照顾着遮济。我看到，我感觉讲啊，需要照顾的囡仔，但是至少我会使做的代志就是，我写安尼歌，然后大家也拄好边仔有拄着、看到，大家会使加减去甲关心一下，对啊，这是我写这个歌的用意，对。写歌做专辑吼，下遮尔大力，将过去，我头拄仔咧讲，连迄厝价安尼买袂起，厝也买袂起，马来西亚嘛，对啊。啊，台北，我后摆要做爸爸妈妈的骄傲。啊，这个歌嘛咧写嘛，吼，啊，下遮尔大力，啊，换我甲你请教啊，啊，搁后一步咧。我会想要听足侪无共的人的故事，我看有啥物物件是会使写落来，然后当然内底也有机会，我的故事也是搁有边仔家己有真正去亲身去行过的物件，我嘛会想要甲写落。因为我写这张的时阵，其实有一个目的叫做我想要记录社会即马的状况。虽然咧记录家己对咱18岁起来拼到即马过程，但是后壁这条专辑的后半段其实拢咧写出社会啊。但出社会应该阁有足侪物件是我的人生阶段还未行到的。我咧看后壁，刷的这个阶段有啥物物件我拄着，我会使甲写落来。然后我的写歌写词的方式，拢会像这张小共遮直接。因为写这张，我是足希望讲过5档10档了后，啊，倒一天我有囡仔，我会使甲讲，这是爸爸较早迄个年代有可能生安尼。我希望因会使变做迄个相识，阁愈好过啊。袂变做是迄个时阵，然后佮倒来看讲啊，爸爸你迄个时代。迄个时阵，甲阮即妈嘛差不多，希望莫是安尼，希望是好的，对啊，希望是记录落来啊，互囡仔知影讲，继续即个社会、即个世界一直继续咧进步，愈来愈好。用音讲，希望讲，即个社会愈来愈进步，愈来愈公平，愈来愈好。老师今日来开讲，我足感谢，啊嘛拜托老师，甲全世界电影明星共款，咱伫心所的歌镜头前印一个。阮大家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老师请。哇，这我第一道订呢。老师请坐。老师多谢你，啊，佫有足侪话吼，要讲下了未尽，咱后回佫再来看看啊水。老师多谢你，没问题，谢谢老师，多谢老师。心所爱的歌下回再佫来开讲，老师。啊，我吼真正是感觉讲，你安尼这。